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就嚟介紹港鐵微影 MTR16嘅輕鐵一期嘅35週年輕鐵35週年復古主題塗裝嘅輕鐵啦，列車模型，咁係 MTR16嘅，咁啊成個盒咧就超級長嘅，就係因為佢有2卡列車啦，咁啊後面有參考圖嘅，寫住呢個再相見再發現啦，咁係610嘅，咁啊2卡啦，咁呢架車就用橙色配白色為主啦，咁之後都會介紹佢之後呢個輕鐵重機之後作一個為主題嘅一個列車，咁嗰個就分開2架1001同1066嘅，咁呢個就2個一齊合埋一齊啦，咁嗰個就之後再介紹啦。因為成盒嘢都好長，比平時嗰啲咧短好多咁樣。呢一盒嘢都好似有2.5倍長嘅感覺咯。啦，咁啊，咁入面就有分開2卡啦。咁我就唔組裝2架一齊啦。咁首先睇下1066啦，就係係啦，都係610，係寫去元朗嘅係053嘅。咁呢種橙色同白色嘅作配色嘅塗裝啦。咁我記得就係2023年8月嗰陣就主題列車就投入服務嘅。然後就睇埋1001啦，咁呢個就係同1066就類似嘅。咁入面啲凳都係橙色啦，咁啊入面天花板應該就冇做嗰啲好似真嘅列車入面嗰啲設計噶啦，即係有相關嘅介紹啦，同歷史嗰啲東啦。好啦，所以今日嚟介紹呢架輕鐵35週年復古主題塗裝嘅列車咧，就到此完畢啦。下集將會介紹 MTR17嘅輕鐵2期，但係 KCR 版本嘅輕鐵啦。期待下一集與你再會，拜拜。